今日咧，我哋嘅背景咧就喺盧森堡喎。啱啱咧經過咗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咁就係咧呢條路咧，直情係以美國總統為名，叫做羅斯福大道。咁我做咗少少 research 啦，原來咧喺二次大戰嘅時候，即係1944年啦，盧森堡咧曾經咧都係俾德國納粹統治嘅。咁喺去到45年嘅時候咧，其實係俾美國嘅軍隊啦去出手咧解放咗出嚟。咁所以咧，盧森堡嘅人咧其實都好飲水思源，因為佢哋好細嘅國家啦，其實附近咧就係幾個大國，包括係德國啦、荷蘭啦、比利時啦、法國啦等等咧包圍住。佢哋連嗰個 official 嘅語言、官方語言咧，都係呢4種語言加埋。而佢哋嘅盧森堡語咧，都係呢幾個語言咧整埋形成出嚟嘅。咁所以就係啦，佢好識得咧外交啦，好識得咧去飲水思源啦，多謝翻美國啦。咁所以將呢條咁重要嘅大道咧，就直接變咗去做羅斯福總統大道。另外咧，盧森堡作為世界上面最高 GDP， 即係國民生產總值啦嘅國家咧，喺嚟之前咧，總係咧有一個固定嘅 expectation 啦，會覺得佢會唔會好似紐約 New York 咁樣，好似一個大城市啦，因為香港亦都係啦，或者甚至乎係倫敦啦呢一啲有金融市場嘅城市咧，個感覺上咧都係好 metropolitan 一個大都會咁樣嘅感覺嘅。但係咧嚟到呢度咧，發現咧周圍都綠草如茵啦，係啦。好多咧都係以前嘅歷史建築啦，咁同埋咧就好靚嘅，成日都會有一個好似 balcony 咁樣，就係上面睇到去下面嘅一個城市俯瞰嘅角度嘅，好多地方都係咁樣嘅，咁都幾 surprise 嘅。咁原來咧盧森堡點解 GDP 咁高咧？最主要咧都係因為佢嘅金融上面嘅稅制啦，咁有好多嘅人咧會將啲錢咧就放咗嚟呢一度啦，去發展啦，有少少似好似瑞士咁樣嘅，都係出咗名喺呢一方面嘅金融方面嘅，咁就令到盧森堡係世界上 GDP 最高嘅國家啦。咁另外咧，見到一架巴士喺我側邊經過啦，咁呢個巴士都係非常之重要，因為咧原來盧森堡成個城市所有嘅公共交通工具，包括巴士啦，包括火車啦等等啦，全部都係唔使錢搭嘅。咁樣上到去好搞笑喎，因為咧慣咗呢幾日都係歐洲，一上到就好似香港咁即刻嘟八達通啦。但係嚟到盧森堡咧，上到去咧就窒咗，因為嗰個位係冇嘢嘅，就咁直接行入去咧就係噶啦。咁呢個措施咧就由2020年開始嘅喎，聽落都唔係好耐啫。咁點解咧？原來咧係因為咧呢度咧有48%咧嘅居住嘅人咧，其實都係外國嘅移工嚟嘅，即係都嚟做嘢啦。咁其實盧森堡咧都係非常之 welcome 歡迎咧其他嘅國家嘅人過嚟做嘢啦。咁令到佢更多工作機會，同埋可能令到個城市更加 attractive 過嚟做嘢咧。咁就令到所有嘅公共交通工具咧都係唔使俾錢嘅。係啦，咁所以呢度咧都會有啲遊客咧係索性當巴士咧就係遊覽啦，好似香港都有啲有一啲嘅巴士係可以咁樣做嘅，跳上去跟住帶你去遊油尖旺啊，或者係沙田一啲地方啊咁樣啦。咁呢度都會有人係咁樣去做嘅。